不止4天破億，不可能的任務，最終清算在台寫下這些超狂紀錄。開六角括號記者許世榮，台北報道山六角括號由阿湯哥湯姆克魯斯主演的新片。不可能的任務，最終清算上周六17日搶先全美在台上映。截至本周二20日全台上映4天就衝破1億大關。電影不僅打破今年多項紀錄，也刷新了阿湯哥生涯在台開片成績。不可能的任務，最終清算為今年繼劇場版進擊的巨人、完結篇 The Last Attack 1.44億、Minecraft 麥塊電影1.34億。美國隊長、無畏新世界1.01億後，第4部全台破億的電影，破億速度也是今年目前速度最快。該片上映首日全台票房約3880萬，也創下2025年包括最高首日票房、最高單日票房以及最高周六票房。同時也是阿湯哥在台灣最高的首日票房，當然也是不可能的任務系列在台灣最高的首日票房。首週末6日2天，17、18日全台賣破7200萬，也是2025年最高的開片成績。2025年最高的週末票房，且通常週末票房還會加上週五。但電影僅以2天就超越今年目前其他週末票房，不僅成功掀起暑期第一波觀影熱潮，也證明